这里是 HSK 标准课程第1集的阅读音频，我是嘉浩นี่เป็นเสียงอ่านบทเรียนหลักสูตรมาตรฐาน HSK โดยข้าพเจ้าเบาเทพวงศ์第6课我会说汉语生词1会2说3妈妈4菜5很6好吃7做8写9汉字10字11怎么12读课文1在学校你会说汉语吗？我会说汉语。你妈妈会说汉语吗？她不会说。课文2在厨房中国菜好吃吗？中国菜很好吃。你会做中国菜吗？我不会做。第3课文在图书馆你会写汉字吗？我会写。这个字怎么写？对不起，这个字我会读，不会写。第7课今天几号生词1请2问3今天4号5月6星期7昨天8明天9去10学校11看12书课文1在银行请问今天几号？今天9月1号。今天星期几？星期3。课文2看日历昨天是几月几号？昨天是8月31号，星期2。明天呢？明天是9月2号，星期4。课文3在咖啡馆明天星期6你去学校吗？我去学校。你去学校做什么？我去学校看书。